陳奕迅死咗呢句謊言唔止衝上微博熱搜，更揭開 AI 時代最大危機。科技進步嘅雙刃劍，正正斬向社會信任嘅根基。當台山 TV 用 AI 配音同舊傷砌出 Eason 死訊，我哋必須問 AI 創作係咪要設道德紅線？監管係阻礙創新定保障人性？用陳奕迅事件做例，造謠者嘅操作完全係 AI 犯罪教科書。首先，技術門檻低到難以置信。YouTube 頻道台山 TV 只係用免費 AI 工具生成粵語配音，再配搭網絡舊相，15分鐘就砌出條死亡獨家片。其次，傳播速度嚇死人，假片經社交平台演算法推薦，2小時衝上熱搜，觸及1000萬流量。最離譜係法律空子多到離地，即使事後刪片，平台冇機制追蹤轉發者，刑事檢控難過登天。呢單嘢唔係個別事件。同一頻道早前散播成龍梁文韜死訊，反映 AI 造內已成黑色產業鏈。正如私隱專員公署人工智能指引講明，深度偽造威脅已經超越個人私隱，動搖社會秩序。而家最大爭議係放任定規管。 AI 藝術家可能話生成內容係言論自由，但當自由變成謊言武器，點平衡？歐盟 AI 法案已經將會深度偽造列高風險技術。香港刑事罪行條例雖然可以告發假新聞，但法例追唔上技術變種速度。政府生成式 AI 技術指引要求標注 AI 內容，但台山 TV 照樣走法律罅。立法會文件都承認現行法例適用網絡，但執行機制未與時並進。更現實嘅矛盾在經濟效益同倫理成本嘅角力。AI 創作慳水慳力，但當流量經濟驅使造假，社會要付出幾多信任成本？陳奕迅事件令到唱片公司損失百萬宣傳費，更加引發粉絲心理創傷。講到底，科技唔可以冇王管， AI 唔係法外之地，必須劃出3條紅線。第一，生命權不可棄仿，偽造名人死訊，重大災難屬紅色禁區，平台應該即時下架並且報警。參考內地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，散播虛假突發事件信息可囚7年。第二，人格權不可踐踏，用 AI 換臉做黃片，偽造聲線詐騙，必須刑事化。香港2021年刑事罪行修訂將移花接木私密影像列罪，但需擴展至聲音、行為模擬。第三，公序良俗不可挑戰。AI 生成種族歧視、煽動暴力內容，開發者需負連帶責任。好似 Google DeepMind 設 AI 倫理委員會，香港科技園都應該引入類似機制。具體點樣落手監管？5招破局，強制所有 AI 生成內容加數位水印，用 blockchain 記錄創作軌跡。社交媒體若果未盡審查義務，需承擔民事賠償。Meta 已經用 AI 過濾95%嘅帳號，香港平台冇理由做唔到。政府設 AI 內容驗證中心，市民上傳可疑內容即時檢測。韓國類似服務準確率達98%，將 AI 倫理模組加入中學 IT 課，教後生點分辨深度偽造。日本小學已經有信息素養必修科，值得借鏡。陳奕迅事件唔止娛樂八卦，係警世鐘。當 AI 可以虛構生死，我哋必須用道德同法律築起防火牆。監管唔係扼殺創新，而係讓科技行得更遠。正如 Engage AI 公司講， AI 應該係助手，唔係替身。唯有守住人性底線，先對得住陳奕迅句仍然活着。多謝關心。本節目由人工智能 AI 自動生成，內容僅供參考同討論用途。雖然我哋致力於提供準確、專業同具啟發性嘅觀點，但 AI 生成內容可能存在錯漏，或者未能夠即時反映最新事實。請讀者自行判斷同核實重要資訊，切勿單憑本內容作出重大決策。